好好，啊，叫我中咯。安天蛋，阿妈中奖了哈，你让我负担哦。来，哎，坐对，啊哈啊！妈，阿妹，张伟，阿妹，飞阵啊，准备好冇？啊，真特别的哦。然后吼，好，大声音啊！好，拿那东西来啊！好，来，看着。妈，你这个萝卜开了？做条转来哦。打唔开啊！开门啊！谁啊？妹啊？谁啊？
臭嘛，老妈讲了了，嘛该死。妹，今夜报名的，那就开始上课哈。下礼拜日啦。哦。老该，你讲嘛？你讲。下礼拜日。上。妹。上。今人要去呢？嘛，去斯兰茶去啊。斯兰茶去到复茶站张湾茶，初复茶去啊。今你晓得去斯兰茶哈？从文然后阿妹搞挨啦。哦，哎呦。哦。我知道亲建设问题嘛哈，又唔像阿文一样诶，是来安乐诶哈，喊到个老人读书。咱唔会啦，我去报名的时只，喊就当到阿公阿婆们去报名哦。阿公阿婆，你去加工厂上班，日头家也唔去同加薪水，我同加薪水系嘛？也系讲我成科状啊！我又唔要为到你诶，我是讲你遐事体紧来紧进步哦，多学得咩好啊？后摆出去考嘛，干咩滴？哦，时代原来已经进步啦！我同讲哦，唔来读书做得咯，是莫让我主位因为因车我哈。时代进步。主位较要紧啦！哎呦，在哪里呀？哎，今唔系下注，唔是读书嘿，用刀牙张转来。转来老秀生细细阿张些东西哈。好啦。我一读书都好好的读我哈，讲我靠到苍蝇哦。唉。哎，读书了。哦，看生意啊。哎，对啦。上去煮饭，跟压食炉，甲煲打唔起来啊！唔是啊，唔是，我已经买好诶，唔是煮诶。来，失踪啊！阿妹，遐个种诶无说的啦，我已经买诶，如说遐个。阿妹，无说的，
莫达成如这种诶，要农民做的东西对你上哦。无事太大宋啦。唔好啦来，你看係鐵線嘅啊，空肉嘅哦，唔想看到米線樣嘅。阿妹莫捨得，莫捨下嘅，來捨下嘅。飯盒肉無搶肉，俺不是就是要規幫人炒呢搶下。阿妹，飯阿妹，也害人哦。生活按無限，你看像係當年落去上班，那有按多時間做來身哦，弄不買過封片啦。人想看到米線。小姨，小姨，來食飯哦。阿妹，也給唔捨得啦。哎呀，也給唔捨得啦。唔使也給，來，食幾個好啦。吃飯，來吃飯。阿青， 19嘛，阿青啊， 19，哎，嘛个事情啊？今日幾多號哈？一下哦，今日幾多號啦？初八啦，初八啊。初八你嘛個月的哈？嘛个初八就初八拜年啊。好冇？你等下吼，平安一行啊好冇？行啊，有嘛好行？无两条街，当日就做个行。哎呦，出门只会要花钱啦，有嘛好行？冇等下暗顿吼，应来看天上，看日床时候嘞。看哪个天样啦？唔要打来打去就爱来爱去，无送来看我就唔冇。看天上啊，唔行嘅，冇用好啦。你平安去阿金伯嘅行啊好冇？行嘅人哦，千啰里啰嗦啦。特別咪講，因為來無看電路咯，哼，見死我！還是相親故冇去看佢啊？哎呀，無聯絡好勢，安尼唔會排勢嘿，唔啦。還是親相安基本嘅平安嘛。凊彩行啊，唔會花錢啊，好冇？老東我閒無事做係冇。我聽講你事情係太大人哋嘛，我等講有聯絡嘅建材，有乜個事情係千多人哋嘛。聽講嘅事情，聽講嘅想講啊。我去食家去。冇啦，是，我今日是想讓你平安嘛，好冇？唉，冇人囉嗦好，食家去啊！你想我去行就食家去行啊！剛剛出去咯。哦，做多人講哦，我去來喏。你唔聽啊？去冇難度做乜嘅？死人茶要去嘅吼，主要拍照。中奖哦！安子噻？我要陪你找看看哦。
张哦。小姐啊，你车过来，来，哥哥来。我一間哎呦，當開啊，快！咩啊？仲講到你埋先，我唔講啦，唔講啦。我來先哎呀，你會拖冇？我哋坐嗰度。了了嘅，唔怕。好，你坐下，你坐好。你過來。你阿茶哟，又本來仲廢嘅了，你本來仲多人。哎，你喺那邊啊？我真攰咗好咧。唔是啊，我等下一家慢慢行呢，真是好咧。但我做定咯，你睇下本來仲多人，所以我行過去咯。唔行，唔是行喺那邊，你同我講。唔是啦，唔好急人啊，我一家慢慢行，做意思做得咧。啊，好嘞，謝謝你啊。爽啦！啊，錯啦！誒，你攞嘅譬如啲藥嗬，馬上已經拿一下東西，冇唔掂嘅，講下一下喎。冇唔使客氣啦，我一家行呢真是好咧。唔使急下咯，從下攞一下就好嚟啦。唔是啦，唔使趕時間係咪啊？唔使冇趕時間，一下就好嚟啦，一下就追唔攰嘢啊！爽嚟啦！好啦，望下片嘅先。你要眼皮送來賺哦。可以聽啦，上嚟啦，上來。好好哦，開啦哈。朋友啊，已經喺榴彈行上班啦。你好嘞，你要下就等一下，我馬上就下來，哈。冇亂走哦，哈。
你这妇人家都奇怪呢。妈就按多你嘞，硬是咧开源搞遐文用的嘛。唔讲遐唔简单哦，你要学叫的你，阿妹更加个路记我唔清楚的，你讲妈伊要谈唔识啦。嘿啦，无清楚啦。然后我做变我总下做，我做嘛土上的台北，我做照顾期咩？唔晓带伊来台北，你无土伊饲家人，伊3年摕路卡，又5年摕路卡，像今样安尼情况用的啊？我闲安尼无，我等伊加班到几多点？唔该做下班做来土基本用。我唔是上班哈，我上班要过去开啊，加班，每天加个那兴眼拢唔知啊。那迄干无到吼，最后是交份存，要么你就照顾啦。我做每份做啥物照顾，我爱一家亲人照顾啦。甲迄种今日安尼情况，5年摕路卡，那你也无叫小去人用的啊？哈，唔讲啊？你囡仔，土耳本医生看啦。我又冇骗人，你突然去看医生做嘛该？哈？阿妹，我存准备量身三副吼，也给我20条出血小组，吼，爱家量做血够舒服，唔如按不条水毛嘅小组。我囡仔咯，妈，你条衫裤哦，全部人讲我说，我记得下，冇做唔到衫裤啊。我囡仔，阿妹，从门带你出去了啦。出去了哦，来，出去了，来，你恐下来，阿妹咯，妹妹做哪去咯？小姨去同好路卡啦。冇恐下去哦，冇，阿妹唔听从门对啦。你恐下来哦，来了，啊，入去了哈。好。要变啦嘛，要变。我懂饭没？行，你来坐过啦。来啦，地度懂得便宜吧？这2楼是我们公共的大厅。那平常长辈可以在这边看电视啦、书报啦、聊聊天、打打牌。那甚至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团体来这边表演。这是我们长辈的住房，可以进来参观一下。新的房间，看来。我们长辈的住房都是个人的套房。那房里有2个紧急拉铃，一个在床头，一个在厕所。那长辈在房里有一些紧急的状况，拉了以后，我们警卫室跟护理站随时有人可以上来看长辈的情况。那另外我们房间的那个卫生的部分，1个礼拜会来帮长辈做地板跟浴室的清洁1次。妈，看房间动太紧哦，有重要吗？
迄落物件呢哈？嘿啊，爱煮煮麻嘅煮啊？你哪会伫个上麻嘅啊？唔伫啦，爱今日转马迄落个味哦，爱看按到落人家按判的啦，古送爱突转来。突转了，冇爱做故意啊？啊？啊，问题还是我开开的啊？好啦，样爱上好的啦，爱寻张我落转来撞马，爱用撞做的。妈，来，唔是惊啊，来，出来走，唔怕。生意哦，唔怕啦，来，生意，甜甜的，生意，妈，中风险啊，我听过这句。我们在河边玩。我们在河边玩。啊，不是玩。对，白白的云。白白的云，云，对，你好棒哦，还会叫阿婆念书哦。妈妈，阿婆以前都没有读过书吗？对呀、你看阿婆这样好像你同学哦。在河里玩。奇怪。有钱有问题吗？唔对哩，你那家有问题哦。哎，拜谢哦。不能做人家啊，贵180那的问题。这里啊。没关系的。没问题的。哎，一行算的时间哈，算了全部拢按在手里了，那谁问题？快看到了。按你应该可以。去看了。做在差大3分爱来有也几句啊，真错吼。我从细啊是没机会读书啦，底下有点的时间还是利用按补习的时间去上课。按了。你上乜嘅課咯？过年啊，你上過年嘅啊？我54吼，行唔出去啦。唔講嘅有用啊！你喺沙地吼，你唔識事啊，根本就冇法子。我上細個啊，冇安尼啦，係搞唔出貨咧，唔就唔是安添，唔就啊走多走安逸去拖，係咪啊？嚇，係搞唔出佢啊！創日咧，藍色的田，藍色的田，藍的天，藍的天。蓝蓝的天，
奇怪哦。阿妹，没事事情啊。会是要暗讲哦，是才有讲哦，金黄色的哦，我们看菲律宾、埃及。阿妹，你有出过国？阿爸带你去吼。呀，爸跟我出故乡要带我去。我朋友带我去的啦。朋友，那叫朋友。真好的朋友。上都要过人道哦，那钱要讲少，从国我不爱贪。Untuk magamia. 众心上，众心上，众心上，哪叫众心上啊？蓝的天。你好，我叫露露，来自菲律宾，中文一点点，我会努力工作，谢谢。妈，我个露露啊，迄枪的专门来照顾你哦。嘿啊，阿妹，迄讲吼，你是向外团从来落去做社会上班啊。阿妹妹约去好搞，你竟然睇我卡挺无聊，都会给你来过生气哦。不是，我还赶紧做副卡好好做那个黑眼豆皮。哎呦，其实我看露露来得很不卡，其实天数非常动多呢。个洗衫服啦、煮饭啦，含做教妹妹讲英文。看看，上到汉开始，最款东西要奉骗啦，好不？我的事情还从小做到大，我妈该唔会做。无啦，阿妹，咱来踢球的啦。嘿妹，来到台北哦，最帮向输的，妹咪做些。冇说冇事，冇会应来啦。也唔是笑啦，机会哦，出手的啦。阿婆，怎么听哦？睡觉，睡觉。婆，阿婆，爸，我们睡觉，睡觉。哎，来睡觉。帮你按摩，按摩。哎，来。边跪边乖。Hello，hey Jack，
嘛个？妹，唔讲啊，唔当个妹嘛个鬼，也系嘛个东西，哈？妹，阿爸同讲法，娘诶，还多个面粗粗的呀。哪办呢？同我讲，我听过你前面先生，娘会教诶，安西诶。嘛该事情哦，很让人太伤。唔可能，要到娘某的书包会拿出来啦。那嘛该？唔看，我是也得是娘的娘。我唔识咯。根本有一套书哈。阿不呢？也得是娘的娘。欢呐，我喜欢你。哦，我喜欢。嘛个呀？咩爱死咗爱落去哦？咩？你老去出去撩嘛哈？晒好啦，输唔输头咧？睇下向我一次条路。还生到咩个鬼呢？唔好人欠啦，等下老给慢慢讲就好啦。唔看啦，人搞出来啦，充满个样嘅咯。妈，人总人还在捡东西嘛？怎么个？冇啦。下课係咪啊？禮拜六時有一群，鄉下來看床天人哦。安尼啦，禮拜六晚午頭7點就睇下茶餐廳下計啦。我要睇同學搬啊！一號先難過啲啦。
卡不卡呗？妈个嘴！哎呦！你又喝酒醉了呀？不有才。实在酗酒啊你！你用来捞去洗身。用的呢？等一下，错。点面安不好，听爸爸讲法。爱同讲哦，做人啊，唔是做乜嘅太干，但係我本人可能去哦。好啦，莫講咁多啦，撈去。捱到個狗字呢？你食酒醉啊，都講咁多，做乜緊要撈去啦？全部人哦，就講阿錢呢，捱是業務嘅，哦，有的，一起辦哦。做人啊，我本人可能去，對無？好啦，撈去洗身啦，莫講咁多啦，食酒醉嘅。妹妹去冰水啊。每次喝酒都這樣，吵死。嘿，再好嚟啦。阿文哥，但是很莫啉咁多酒啊。有走因為咯，好啦，莫難記啦，規身按手而家難記做乜緊咯？阿文哥坐在好啦，阿文，伊合格要譚先生嘅法嘛？要嘛？羅伯卡要譚阿美法嘛？有啦。聽講冇譚爸爸法啲嘛？好啦，來，實在講啦，啉水。捱住講咩？捱都唔曉得啉酒咩？唔曉得啉是唔好啉咁多，佢多死人咧。南美人哦，安尼嘛？出外打拼，咩人講人啲嘛？對啦。唔曉得啉酒，媽講，乾杯，有乜看愛啉落去啲嘛？唔曉啉無按多是唔好，一家迄多死人，一家酒量用板樣咩？用的呢？做乜？莫對到啊！唔可能人都講，點解要人道我？好啦，嚟，醉咧啦，你看你醉多少年？來，再給我水。莫燒咧啦，身體要食快啲去哦。拎大燈，拎得嘅。哎呦，去洗身啦，好冇？去落屎哦，酒唔好啉啦，哎呦。
那个那。咩样啊喏？人又死人了。阿妹，阿妹，你样个嘛？样个喏，样个喏。搞水的时间啦，听不到啦。哦，按子些哦，哈，咩有样个嘛？哈？应该冇事啦，很好啦。哎，那位先生，你带到那边咯？要忙实看看。哦，我咱办得过来啦。哦，哎，那建议咱过来听听。哦，창문归乡哈。俺想总。张先生，按子些，按子些，按子些。冇落来吵了啊！你能冇喊？我还有事。我好，冇喊哈。阿妹，夹落来，夹落来。按好搞水。爸爸，今年就攞開咗條路，鐵匹買咗來喐條狗啊！哎，是啦。哎，我留在我本妈妈说啦，吼。
法事。用我呢，所以记下日啊。无爱看安尼啦，中秋吼，唔好再过去读书的啦。做唔得啦，爸落去啦，冇事情啦。今日石头又要去上班，全部又按无限，按不头行我去读书。安尼用我做阵哦。少做事后累啦。我等下我带你来看先生啊。哟，鬼屋卡住啊！读到按多书做乜嘅？佢去买东西，唔可以照正查就好嘅呀。婚姻假嘅，該愛讀嘅唔好好讀啦。按路嘅遇到個表面嘅讀，什麼人讀到按多書我做乜嘅？唔看。後來還沒有加年，當年做喺度屋卡，43啦，出生人嚟啦，煮飯啦。阿文啊，你要不要考試幾多分？98。好好嘅讀啦。來啦，來看先生啦。爸，我们休息，没事，休息，坐一下，休息哦。露露啊，干嘛婆？叫阿婆啊？阿婆不见了。啊？今天跟阿婆去买菜，不见了。飞珍啊，飞珍啊！冇事情啊？妈。妈妈买存露露，啊，你在房间啊？妈。阿婆呢？今天去买菜。
不见了。不见？不见是什么意思啊？在哪里不见？哪边啊？在日子烫。你要赶快来跟我讲啊！走走走走，快点快快点！快点！哪边？这边还是那边？在哪边？这边，这边。露露，把你的东西收一收，不用了。拜托不要。快走啦！喂，阿姐，系我必真。我同讲，今晡早晨头阿妹同佢外用去菜市场的时间，唔知间系地。迄人冇笑啦，我定报警的。好，好，有乜事情再联络，拜拜。我打电话给阿姐。聪文，你今日做嘛买药嘅啊？妈去从来唔知过过3年，我想买只结论到，睇这家强我得过3年。讲出来嘛唔嫌得笑，佢从来唔识来过台湾，天歹来，真做唔见呢。也伫内位，没问题。某一天阿妹只是遐寻到路啊，敢望我哋就调去寻人启事好无？好啊，唔通我从结论告诉伊啦，我等伊转来说。哦，要不。我听人讲爽到，露露同我讲阿妹今日早晨打扮去拍奖，啊伊今日又同我提到有一个朋友按到中心上，唔是冇在中心上，唔系阿妹开始情况好冇？哎，我讲，以下最重要让阿妹请转啦，莫管在中心上，前面。过来，跟你请人啦。你还好吧？
给你吃包子，你要哪一个？那这是很好吃哦，没有毒，没关系。哦，太干了哦。给你喝。多喝一点没关系。我这里很多树丛里面都是。为什么？爱看唔食，饮房爱汤。我看得懂。你好。自从我第一次和你见面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，深深的喜欢上你。我想和你去世界尽头，去看最蓝的海洋，看最美丽的夕阳。很好，很好。我好像以前有写给一个女孩子这样的信，太久忘记了。听得懂吗？反正听得懂。
做药神三夫农家，是这农家。其实呢，其实根本係捱生日啦。捱生日？家人唔正要，好，你要下電腦，冇人做，冇做我哈。哎，你要做乜嘅？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來了，吸的煙，好，新度的拿等，拿好了喲。啊，新度的哈，就這一項，以後有乜個會鬧的事情，人家就可以講出來。好，你像講，春派錢街的好老公啊，行個青頭好的事情，你就可以講。來，妹妹，我要講出來哦。要講出來。好，唔是拜歲啦。用上嘅做得冇？用上嘅啊。上到習慣。你拿的，我嚟看看拿的，拿的。媽，哎呦，長文啊！你要好點點就轉來，冇帶着天花板阿妹都嚟做菜了，搶你食啦！哎呀，你看你，哎呦，小太太呢？食到了起雞啊！等下我做個飯哈。阿婆，你也朋友係冇？啊，來，叫我嚟起雞啊來！
来，妹妹来吃鸡啊！哦哟，来鸡哟，你看哦，含破哟，来，你看，哎呀，莫惊，唔该咬人啦！你看那，哦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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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啦！冇事啊？看，也没上班，妈讲的几啥？哎，人下本来啊，嗯，生意很奇怪哦。唔免啦。喂，我本妈属于呢。哎，我的呀。妈，我听飞神讲，讲有硕士已经嘛该线上的嘛。嘿呀，阿妹，今年没有讲到一个想做的线上，唔通讲伊讲发动神器啊，系冇？做线上，啊，其实咱会讲做线上的事情咯。唔咧还有讲，嘛个强下伊那里了啊？唔咧啊？系啊，咁吐唔出了。无让某讲的事情用青菜讲呢。还有，你什么讲发射了哦？该给路演的汤洞还是某面子，中午的青菜讲啊。好啦，冇啦。我讲发射了哦。哦。